食住其實差唔多廣東旅遊更超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健仔，歡迎大家查詢我哋廣東旅遊嘅呢一條團號為 LG2Z068，神玩不購物，絕無自費。7天嘅行程當中，我哋只係收取咗6天嘅服務費嘅呢一條線路嘅。咁啊喺翻呢條線路方面呢，就會去到我哋貴州世界花園、百里道觀風景區、積金洞、積金大峽谷、飛機7天之旅嘅線路嚟嘅。咁啊喺呢條線路方面，我哋係包咗門票暢遊喀斯特地貌景區、積金大峽谷、溶洞之王積金洞，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貴州嘅風采。包埋門票暢遊水上溶洞9洞天，體驗洞中有洞，別有洞天，亦都會去觀賞到我哋嘅花海盛宴啊！去感受一下天然嘅花海，百里杜鵑風景區，亦都會睇到我哋嘅自然風光。包門票暢遊高山草甸、野雞坪、天空之戀嘅景區嘅。喺翻3到5月份，正係觀賞我哋高山杜鵑花海嘅最佳時期，所以咁樣一條好玩好睇嘅線路，不妨帶埋你哋嘅親朋好友一齊嚟報名啦！唔該晒大家啦〜